长期推广台语的关怀本教基金会，伫咧台语文创营园区举办李金花颜圣德的联合诗画展，用诗人李金花的台语诗搭配颜圣德的画作来推广台语文学。因那文化部长李婉也到现场，伊讲文化部会继续支持为艺术、文学、电影、歌剧这寡方面来推广台语。诗人李金花写的台语诗，佮搭配艺术家颜圣德的图画，计共33百个诗画创作，即阵当伫咧台语文创意园区展出。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，呈现出特殊的意境来推广台语。台语要推广，毋是干那靠意识形态啦，咱需要靠足济方式，譬如讲甲图来配合，甲歌来配合。有各种形式，互大家介意这个物件。用台语来将咱真济地方的代志、咱的感情、咱的价值、咱各种的故事，用诗句来展现。我想这是咱本土语言文化真好的一个表现。这边的展览也特别邀请文化部长李婉来参加开幕的仪式。李婉表示，20-30年前台语互人认为是较无水准的，但是即阵已经无共，大家拼死要甲台语讲倒转来。虽讲台语无专门负责的单位，但是文化部会尽力支持台语的推广。干那台语我没有专责单位，文化部即嘛就是讲对台语开始做推广，是毋是爱做做园区无一定，因为推广语言对我来讲是讲变成艺术作品是上重要，像即款诗啊，还是讲画啊、画图啊，还是讲电影啊、文学作品，对我来讲是讲一款推广是永远留下来的。李婉嘛讲到，伫过去华语霸权的政策之下，互台湾其他的语言流失严重。无论是台湾客语、台湾原住民语、台湾台语，每一种语言拢是平等的。伊也认为用艺术创作的方式会当开展语言的推广，就亲像这边的展览，用艺术作品呈现台语的优雅甲水气，和本土语言的文化会当代代传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